微小油腻。阿全师郭敏昌有秘密武器，冰冰的。对。为什么你会想到把它弄成酸的？因为客家它的元素我是把它就是把客家它原来的川的高丽菜，它腌制在瓶子装的里面，把它变成说能够就是非常直接入菜，不用这么麻烦，也比较轻食化。油脂、热量先帮客人斤斤计较。客家翻流，也就是便当，融入日本定食和西餐套餐的概念，更精致化。当一个厨师来讲的做菜我们不要我们要观念正确，是要谈到你要懂得怎样去懂得艺术，你懂得艺术，你做出了菜色，你就发挥在你的菜色上。客家招牌的吉酱加芝麻，入口爽口回甘，也能取代沙拉酱。那吉酱非常好的是因为它能够它能够润喉，我们保肺，所以非常好的功能。所以这个东西就要讲求到，第一，我们做菜，你要懂得怎样去让我们的消费客群吃到养生，吃到健康。搭配客家板条，拿下全国客家创意美食奖。思辨求新，搭配好手艺，打响创意菜的名号。这个是得奖的板条，而且外国人赞不绝口。是，所以我的概念里面当中就是谈到，就是天孔永生调师傅都综合的新传统美业。所以他们觉得很轻食化，没那么油腻，对不对？很好奇，松豆跟一起用板，尝一下味道怎么样？按好吃哦，按好吃，所以不难吃嘞，不会请你给后面西，对不对？谈创意料理好像谈艺术品，阿全师潜意识里面的客家美食梦想很大，食材、料理手法的翻新改良，希望客家菜的好味道、老味道远征千里。松豆跟面西用板，不难吃嘞，不会请你给后面西。松豆嘅面線用板，本然是咧，每前面嘅後面是。